为了鼓励妈妈饲母奶哦，政府是规定讲，配方牛奶粉的业者袂当做广告，嘛袂使公开伫网络顶头来卖。也毋过，今仔有妇女团体就呼吁讲，对一寡饲母奶有困难、无用，又更毋是住伫都市的家长，要买牛奶粉哦是真袂方便，所以呼吁讲应该赶紧开放。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这个妈妈或是爸爸们不能在网络上买到奶粉，因为没有办法网购啊？我想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政策有很大的一个关系。9月有人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希望开放配方奶会当伫网络顶关卖，因为若工课较无用的、住较偏僻的网络买较方便。入到台湾女人连线甲立委王婉如召开记者会，讲出这个爸母的心声。不论是选择母乳或是配方奶，我认为都不应该。因为它不是为全母乳而贴上一个它不够好、不是好爸爸或好妈妈的形象，而是都应该提供他们一个更加简单轻松的育儿可能性。因为鼓励妈妈饲母奶，加上避免幼婴仔食到无健康的配方奶，政府规定配方奶袂使广告。不过，这款规定却互配方奶业者完全无法度伫网络公开因的产品资讯，爸母干那会当一间一间走药局，比较无共牌子的牛奶粉。因为网络世界的发达有时候网络上所刊登的网购平台所刊登的资讯跟广告，其实有时候是很难以去界定的，所以就会落到我们广告及促销的限制范围内。面对民众的提案，市药署表示，会伫无影响到推广母奶甲确定业者是有经过查验登记的情形之下，进一步建议开放网络买卖的可能。记者林思豪、谢桂林台北报道。